正道題目是良心甲意志，請曾牧師。親愛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在咱要思考領受上帝話以及聖神的幫助進前，咱擱一擺同心來祈禱。至尊至聖的上帝，阮來到你的聖殿，阮安靜恭敬佇你的面前，懇求你的聖神憐憫幫助阮。佇今仔日的禮拜，阮來當聽到上帝你的話，擱得到聖神的幫助，阮來當深深來保守阮家己，阮的心思意念，阮的情緒，以及阮的慾望。主幫助阮這個生命的功課，也予阮的一生會當成就阮囡仔的模範，予阮的囡仔通過阮家族的神，因佇因的一生中間有清潔的心、正直的心。主用你的聖經做阮的準證，予阮因為明白聖經，阮就親像開車的時，阮的車有一個導航，阮有一個 GPS 的導航，指教阮會當知影是非，也明白好歹。主，阮佇你的面前承認阮會軟正，阮要懇求天父上帝幫助，予阮的教會兄弟姊妹，要予這個黑暗的關係較贏，閣會通佇上帝你聖神的幫助中間得勝。阮佇你的面前，將今仔日的禮拜當作祈禱，求天父上帝也通過聽聖經的教示，以及領受聖餐，阮的生命、靈魂體攏得到養賜甲健康。阮佇你的面前，將下面的時間恭敬交佇你的手中，懇求天父上帝甲阮三甲地地。阮咱的懇求祈禱，我個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親愛的姊妹，這3禮拜咱的教會牧師甲咱分享的主題，攏甲神學教育有關係。今仔日嘛是玉山神學院的紀念主日，所以佇今仔日我要甲咱來思考，什麼叫做神學教育？其實神學教育甲咱的主日都同款。神學教育是一個將來要擔任教會職務的較升一個另外一個階段的牧者的養成。但是佇教會內底，咱有個叫做成人主日咯，也是講囡仔的主日咯。無論是神學教育，無論是主日咯，對咱來講，攏是一種的生命的教育。生命的教育就是咧教人怎樣有好清潔的心、正直的心。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對咱在座兄弟姊妹講話，也賞賜予咱有擁有咱的囡仔的權柄，也賞賜咱有智慧的靈，甲咱三甲地地，予咱成做一個會通引帶咱的囡仔行正直道路的使徒大人。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咧準備這禮拜的講道的時候，有真多的經文佇思考的中間，佇反省的中間，我家己本身嘛收集真多資料。佇迄個過程咧，思考的過程內底，就今仔日這句舊約箴言第4章23節，是咱最通常聽見的一句話。就愛常常保守恁的心，因為人一生的效果是對人的心來開始。佇舊約的聖經內底，無良心這個字，毋是講舊約以色列人無良心，毋是。舊約以色列人因所講的良心意志，攏包含佇今仔日箴言第4章這句話：保守你的心。這個心佇猶太人因的話的內底，是一個完整全備的人的心思意念，包括思想，包括感情，包括慾望，包括意志。所以保守你的心的意思，就是佇你所有內在的生命，攏愛小心謹慎。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牧師會通盡我所會通，甲咱做個分享聖經核定的奧妙。所以有人講，聖經就是人內心內化佇人內面的律法。聖經是寫出來的文字，但是聖經讀入心了後，迄個律法就佇人的內心中間，才做腳前的燈，路上的光。所以有人講，上帝的話就親像人良心的 GPS。人聖經的話就親像人的良心的 GPS， 什麼意思？對上帝的話若聽入心，當咱咧做代志時，人就有是非，人就當判斷好歹。所以良心佇心裡，伊被翻做是非之心。佇白話字的聖經，改翻做良心
但是佇漢字和合本的聖經頂懸，該翻譯做有是非之心。有是非之心的意思，就是講當拄着代志，是毋是好歹，你清楚會通明白。求天父上帝幫助咱做基督徒，佇咱的一生中間，咱會當養育出來好的牧者，咱會當養育出來好的子子孫。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今仔日這兩字，良心甲意志，是一個真嚴肅的功課。古早人講，一個人做代志，佮心內袂艱苦心。人攏甲伊形容講良心去互搞假去，有無？兄弟姊妹，願天父上帝幫助咱。良心甲意志是咱內面內底兩個真要緊的態度。願天父上帝幫助。佇這個過程頂懸我回想到過去有真濟講起這個良心，甲真真實實。頂禮拜牧師甲咱講，貨真價實的基督徒迄個題目。咱若要做基督徒，咱來做真實、真真實實的基督徒。迄個作者其實就是一個足出名的英國的文學家。佇這禮拜當因咧準備這個聖經經文的整理過程頂懸，我重新回想到伊的所寫一本影響我足深的冊，叫做叫做《返璞歸真》。這個作者是一個真佇英國真出名的文學家，伊寫足濟真影響咱的冊。其中一本冊叫做《返璞歸真》。這本冊若用英語的名直接翻，伊的意思是貨真價實的基督徒的信仰。貨真價實的基督的信仰，就是頂禮拜牧師甲咱做分享迄個題目。這個作者佇英國是足出名的文學家，伊有寫一本冊。佇這本冊內底有講一句話，伊講人若無良心，人若堅持做家己，人若堅持唔對的代志嘛，有緣要堅持安尼做決定。伊講上帝就任憑他，真嚴重。他擁有自己，但是從此以後他就失去了上帝。這個作者講一個真嚴肅的話，但是當咱做一個基督徒，已經告別咱的信仰，咱面對上帝的事。如果你若一意孤行、自以為是，你若感覺你就是決定要安尼，這個作者講，在聖經中間，無論舊約、新約。恁去用這個聖經搜尋軟體，你用任憑這兩字，你會看到真多的假使，真多故事，以及上帝甲人的關係。佇個所在，上帝就吐開講：戆囝，既然你愛分財產，我就互你分，會記無？浪子的故事，上帝任憑，上帝敢會放殺咱？真多基督徒攏誤會講，上帝是一個無原則的上帝，意思。聖經甲咱教示講，無任何事，無任何代志，無任何人天頂地，無任何事會當隔斷上帝對咱的疼。所以自從洗禮了後，你就恣意橫行，隨隨便便，毋是上帝是會收回伊的聖神的上帝。所以聖經當上帝講任憑的時陣，迄是一個真嚴肅代志。上帝。伊尊重伊的囝的要求，伊會將伊的財產分予伊的囡仔，伊毋是無愛苦勸伊的囝兒，有話講甲無爛，有喙講甲無爛，甚至親像耶穌佇最後晚餐，伊還佫咧苦勸猶大，你會記迄個故事無？耶穌明明知影我的學生中間這個猶大，要因為30兩銀來出賣我，還佫咧甲伊苦勸，我知恁中間有啥物人安怎安怎。耶穌甲伊講：“你去做你愛做的事。”上帝真無愛人拄到這種的情景，所以佇這個 C.S. 路易斯這個牧師，這個毋是牧師，伊是一個文學家，伊寫兩本冊，其中有一本冊親像《哈利波特》的冊，伊的冊名其實應該愛安尼講：“地獄的大審判。”但是佇中文的冊內底有兩種的版本，一種的版本該翻做《夢幻巴士》。啥那叫做夢幻巴士？伊講有一個世間人離開世間了後，人會去一個所在，聖經無寫，但是有真濟靈修的冊解講，人靈魂會去升去一個所在叫做煉獄。煉獄就是講去一個死蔭幽谷，佇迄個所在的頂後，要上天堂還是入落地獄。這個 C.S. 路易斯這個神學家，這個文學家，伊就寫這本冊叫做《夢幻巴士》。
伊講佇迄個死蔭的山谷中間，有一種穿越天堂甲地獄的巴士，親像哈利波特，恁有看到哈利波特無？伊個坐火車去到一個要去迄個魔法學院，伊到佇某一個火車頭的中間，某一個角落，迄個所在就是魔法學院的迄個入口。因真有這種童話故事的文學的這種的素養，真高尚。伊講有一幫巴士咧等候人，有兩種人。伊講地獄有兩種人，一種就是甲上帝恭恭敬敬甲上帝講：主啊，願你的旨意得成。有一種敬畏上帝的人，伊恭恭敬敬甲上帝講：主啊，願你的旨意得成。伊講佇地獄的中間，還有另外一種人。在這個煉獄的中間，還有另外一種人，就是和上帝甲伊講：願你的旨意得成。也這你有聽過這句話無？這個是人甲上帝講：上帝，我敬畏你，願你的旨意得成。這是和上帝討氣，上帝看那苦勸，上帝安那甲伊挽留，伊就一意孤行，聽不落去，堅持是非，照伊家己的意思去做。上帝甲伊講。那安尼，祝你幸福，祝你美滿，願你的旨意得成，真慘。講一句話對象無同款，所以伊用這本冊叫做《第一的大審判》，冊名叫做《極大無比的安那隔斷》，divorce， 英語當該翻做離婚啦，但是會當該講人甲上帝極大無比的深淵的隔絕，求天父上帝幫助咱。這就是伊佇這本冊的起頭，伊用一個形容人佇人生將來要去上天堂落地獄，啥物人知影這個小說是真的咧？但是相信上帝的話的人，咱知影這是真的。因為伊佇迄個中間講，有一種人對上帝講：願你的國臨到，願你的旨意得成，佇地裡親像佇天裡。還有另外一種人，明明知影有上帝，明明知影有上帝。卻無將上帝當作上帝，願天父上帝幫助咱。神學教育也好，主流教育也好，教會咱的講道禮拜查經也好，攏是咧講起人怎樣做正確的選擇。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咱思考今仔日聖經對咱的幫助。檢查恁讀到這段聖經，看到牧師師兄佇周報頂懸所講的這個聖經節。恁家己咧批判做禮拜聖經，恁已經讀過啊！你講牧師啊，這已經講幾啊擺啊！道理毋是講一擺聽就會啊！人生中間嘛毋是聽一擺的道理了，有感動就會改變。人愛不斷騰氣換新，聽讀中堅。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中間，牧師要甲咱講三個祈禱，一個換手佇你的心內，你甲主講，主幫助我保守。我的心，牧師甲咱解說講，佇舊約中間，你咧講，這個舊約的這個心叫做 core，C-O-R-E， 人的內心就是代表人所有的情緒、所有思想、甲所有慾望，伊代表良心，嘛代表意志。佇今仔日第一個祈禱，咱甲上帝禱，你保守我；第二個祈禱，咱甲上帝禱講，主求你修飾我屬靈的目睭，互我知影我是甚麼人。今仔日佇羅馬書第1章第1節到第3節，其實咱嘛攏非常的熟。佇這個所在講，親愛兄弟姊妹，我勸恁獻家己做活祭，是上帝所歡喜的。佇這段經文咧講起，恁就愛祈禱，會當求明白上帝善良順轉好所歡喜上帝的旨意。做基督徒要因為認捌上帝的旨意，咱的人生就因為認捌上帝的旨意被提升。變做有尊貴的人生，毋是一日無用去至到落尾一生，感覺所做的攏無價值。一個認捌上帝旨意的囡仔，因將來要找到一條路，是會當一生行到落尾，到年老的時候，伊感覺講我無怨無悔。親愛兄弟姊妹，咱願意有這種的人生嘛？求主互咱找就拄着，求天父上帝開咱的目睭。毋是干那開神學生的目睭，嘛毋是干開長老的目睭，嘛毋是干開牧師的目睭，是咱做所有的基督徒，咱攏有目睭，通知影上帝的話。所以牧師佇兩三禮拜前甲咱講，
敬畏耶和華就是智慧的開端，人捌至聖的，恁會記段話無？一個真正人捌上帝的人，伊較敢假笑咧，還在聽有無？一個真正人捌上帝的人，伊較敢佇上帝的面前，清清彩彩，甲上帝計較，這種人上講。甲上帝計較的人上講，因為上帝甲羅馬講：好啊，你若愛到計較，就攏互你啊。所以 C.S. 路易這個神學家，這個作者伊講，當上帝講這句話了後，人所剩的就是敢若剩自我，伊心中對迄個陣開始就失落了上帝同在的聖神。你講牧師聖經敢無安尼講？有，對聖經頭到聖經尾。創世紀內底，伊講人既然屬迄去，上帝的聖神就無常常久長踮佇伊的內底，有嚴重無？所以兄弟姊妹，你以愛上帝的神是永遠甲你佇底，有無？求天父上帝幫助咱第三個，咱甲上帝禱講，主開我的目睭了後，互我明白，佇我的良心，佇我的意志，互我找求你的旨意。因為你的道路關過我的道路，你的念頭關過我的念頭。這聖經毋是讀來做參考的，這聖經嘛毋是咧比講啥物人背較濟讚。這聖經是咧幫助咱講，啥物人上高用聖經的話活佇伊生活內底。恁同意嗎？真高背聖經的人，無拄是伊活出來聖經的人啊。就親像英哥這種驕傲真高學人講話。但是對伊來講，遐話敢真正有迄個意思嗎？兄弟姊妹，咱毋是出一支嘴的基督徒，咱是活出上帝的祝福的基督徒。求天父上帝甲咱撒甲伫底。所以第一，我要邀請兄弟姊妹，咱每一個人，咱的心思意念攏得到上帝保守，佇任何試探，佇任何引誘。佇任何黑暗關係、似是而非道理中間，咱有智慧通判斷講，無影，伊所講的話是毋對的，是咧欺騙我。求天父上帝幫助咱。聖經怎樣講？有愧着良心，無瑕疵，就是一個完整的良心。所以兄弟姊妹，良心這個字佇聖經中間，好好分解翻作是非之心，人有是非的判斷。咱做代志要有是非啦，你有同意嗎？特別是咱做基督徒，外面的朋友真濟時陣攏會安尼甲咱問，包括咱新人院入案了後出一寡代志，都要請外面的專家來甲咱做一個評鑑。這非基督徒的評鑑的專家，包括律師、教授，因攏問院長一句話講：恁敢有感覺恁的新人院的關度甲標準，愛比外面的大學較懸？也在你想院長愛甲伊回答啥？廢話，無啦，院長無遐爾無禮貌，甲伊講廢話。當然教會的標準愛比外邊的社會較懸。院長也未回答真正。這個非基督徒的教授講，阮攏安尼感覺，阮攏感覺新人院伊的標準、伊的規格，應該比這個社會私立學校佫較懸。是非的標準清楚，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上帝將伊的話放佇人的內心，人聽起上帝的話，認捌上帝所設立的規矩準則。牧師一開始有甲咱講，上帝的話就是咱內心的 GPS， 有無？所以咱內心有上帝的話，就腳前的頂路上的光。你拄到代志了，你有一把尺，心中有一把尺，你就有一個判斷。兄弟姊妹，為着你的心祈禱，主求你我的心更較清楚，主求你我的心更較清氣。就如今仔佇敬拜讚美中間，甲咱做伙用詩歌做祈禱啊！佇敬拜讚美，伊講教我做清氣的心，互我內面有正直的心。願天父上帝幫助咱。咱雖然是一間莊卡的教會，但是咱所發出的光，不但敢若佇咱的莊頭，會當佇教界，會當佇逐所在，甚至咱的囡仔無論將來因我有文書，我有能力，行到天邊海角，人一問講你的對來，
應該講，阮對得回來。願兄弟姊妹，咱的教會的生命，有互人聽到得回這兩字的時，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兄弟姊妹，我唔是要求恁有驕傲之心，誇口家己唔是。咱是什麼人？但是願上帝榮耀對咱中間發出，到逐所在。所以詩篇特別是一個真夠祈禱的詩人，伊安尼祈禱講：求你互我的靈魂靜養，為着你的名帶我行義的路。你會記無？靈魂靜養的意思就是將我好歹是非的心清楚、徹底、有堅持。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中間，咱甲講這句話的保羅同款。保羅是一個真夠講人內心的軟弱。伊講我所愛好我做袂來，我所無愛歹，但是安怎我無法度無受到伊的影響，看我的人生。代表佫佇這個所在，毋是代表保羅佫伊寫佇使徒行傳，啥物人替伊寫？路加聽到保羅伊安尼見證講。我勉勵我家己，佇上帝面前，佇人的面前，我攏常常持守一個無愧的心。兄弟姊妹，我嘛要邀請咱大家，佇上帝的面前，佇咱親情朋友、厝邊頭尾的面前，佇上帝甲人的面前，兄弟姊妹，做真實的基督徒。你若講牧師，我有為難，牧師甲你講。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若有感覺為難，要有救，啥呐？表示咱要擱知影講是非是啥物？當咱若感覺為難的時候，咱緊換手祈禱講，毋是一手是雙手，主你保守我，主你保守我，主你互我佇人甲上帝的面前攏堅持，是就講是，毋是就講毋是。我不愛做相怨的人，我嘛不愛做偷雞摸狗的人，我不愛做一個人前人後無一致的人。求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聖經第一個祈禱，保羅甲伊的兄弟姊妹安尼口勸，伊講上帝的話律法的功能，律法的功能就是當律法上帝的話若寫佇人的內心，伊毋是用寫，用刻條佇人的內心的時陣，因就是非之心。羅馬人書第12章第15節，伊講人就是非的心。白話字巴克勒牧師解翻譯講，人就有良心，內面的良心就對內面聖神甲伊同齊徛在上帝面前做見證，講伊是好人，伊有照上帝話安尼做。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的禮拜，咱聽保羅的教示，因為保羅得到聖神的教示甲寬勉。伊講將上帝的話放佇咱的內心，這個話就要真儕人內心內化的律法。上帝的話佇你的內面就真做一個，對於內面徹底上改變你的性格，改變你的思想，改變你的習慣，改變你的行為，後來就真做你的品格。主幫助咱當大人，兄弟姊妹，咱會當改變，咱會當改變。願主將伊的話做咱的心思意念。心思意念這個字，牧師捌甲恁分享過，伊原文的字叫做 logismoi， 你會記無 ？logismoi 這個心思意念，這個希臘語的這個字有三項人內面的特性。第一就是人的情緒，第二就是人的慾望，第三就是人的思想。所以古早在羅馬時代嘅初代教會的人，伊若聽到這個心思意念，這個 logismoi 的時陣，伊就知影人有情緒，所以有情緒的人我搞操煩、搞受氣，無平安。所以看就佇情緒中間講，你就乖乖，我的心啊，佇我的內面，你啥事有準。哪有慾望？慾望無一定是對咱有利益、有造就。你要分辨什麼種的慾望會使，什麼種的慾望袂使。那屬情慾、屬血氣，人就低到沉淪。心思意念有正面的，有倒面的。所以兄弟姊妹，保羅佇這個所在所甲咱講的話，當你的心思意念，然後上帝甲你講話，互相較量，
就是上帝靈用伊的聖經的話佇你的內面，甲你拉扯。所以保羅有這種的，咱叫做 tension， 英語叫做拉扯。我愛好，我無愛好，我愛歹。伊的心內有一種啥物？為難。兄弟姊妹，既然是人，攏有為難之處，攏有難為之處。但是佇這個所在，佇迄個拉扯中間，或以為是，或以為非，上帝就光照咱，互咱明白伊的道理。求天父上帝幫助咱，小使咱有聽看的能力，小使咱拍開的耳孔來聽上帝勸勉的話，開耳孔來看上帝所甲咱有備迄種尊貴的畫面。一個囡仔將來改佇伊的眼界跟伊的態度、胸襟的寬度。一個囡仔伊的目睭，然後伊的父母拍開，伊有一個寬度，有一個寬度。伊所看的世界是非常有無限的限制的世界。所聽的姊妹，獨只有上帝，因為伊講我的道路懸過恁的道路，會記嗎？我的念頭懸過恁的念頭，獨咱做基督徒的福氣，就是因為上帝的話，因為上帝光照，開咱的目睭，越走無看虛假，咱的生命就得到改變。求天父上帝幫助。今仔聖經羅馬書12章第3節最重要的一句話，伊講唔通看你家己超過應該看。伊的意思就是要正正確確的明白你是什麼種的人。一個人的自我圖像若較歹的人有自卑感，一個人的自我圖像若自戀狂，你捌聽過自戀狂迄種人無？迄個人就容易驕傲。一個人看家己傷懸，一個人看家己傷低，攏毋是正確。聖經講，你就愛照上帝所予你的恩賜，照上帝的聖性佇你內底，看你家己。聖經講合乎中道，合乎中道，英語解翻做 in the right mind， 就是講佇一個真正確的理解。你愛理解你家己是一個什麼種呢？正正確確，無超過，無假無假。所以聽你姊妹，願上帝賞賜咱這種信用的開達，也願你教你的囡仔脫除自卑，脫除驕傲。兄弟姊妹，這兩項攏真可怕。願天父上帝幫助咱，看咱的人生，用上帝的眼光來看咱的人生，咱就知影，咱佇人生中間應該安怎做。保羅講：我凡事老練。我知影安怎佇好嘅時陣無驕傲，我嘛知影我安怎佇喪享嘅時陣無自卑、無欠缺。啊，這你願意叫做這種人嗎？這是聖經的應允，這是保羅所留予咱的話。伊講，看似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恁會記無？上帝人生就是安尼。願天父上帝賜落伊的智慧甲聖心，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得到造就。不要看輕自己，不要自以為是。我都愛講，為什麼我今仔日的起頭甲咱講迄個夢幻巴士啊？迄句話講了太深了。你雖然無讀過一本冊，但是若有一本冊，一個冊名，就永遠改變你一世人。親像我甲咱信仰個別，唔用信仰個別，甲恁承認講吼，迄個迄本返璞歸真迄本冊，我無對頭到尾讀甲了。但是敢若迄本的冊名，對於我提醒，就足有幫助啦。兄弟姊妹，咱有可能毋捌讀到一本真好的冊，但是有當時一本冊的名，就互你一生有一個主張，我要做真實的基督徒。伊就講這兩句話，伊講有兩種人，一種人是甲上帝講：主啊，願你的旨意得成；個另外一種人是互上帝講：願你的旨意得成。也這。你願意做什麼人？你願意聽到什麼話？願天父上帝幫助咱。第三願，咱就今仔日的禮拜中間第三祈禱。保羅已經講，會當明白上帝好順轉清氣的旨意。一個明白上帝旨意的人，在人生中間袂行冤枉路。你講，迄敢有偌大的差別嗎？兄弟兄姐，差別天甲地啦。出發點若唔對，終點就不對，您同意嗎？咱的一生中間真重要，
一個人會出發點若清楚正確，伊才有都達到上帝的旨意甲伊的計劃，迄個目標的終點。願天父上帝幫助咱，毋是坐夢幻巴士。當你要上車的時陣，迄個車長會甲你講：你的車票呢？迄個車票是印在咱的生命中，咱是甚麼人，就已經決定，咱是毋是有資格佇上帝做伊的天國的家子。願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弟弟佇今仔日，保羅佇伊今仔日的聖經第22安尼講。伊講無佇甲即世間共款，意思就是無佇世俗化，就用心智換心來變化，互恁會通明白。咱甲上帝講阿們。主啊，我前愚妄，目睭無明。主佇今仔日的禮拜，你的聖神幫助我開我的目睭，對今仔日到永遠，每一擺我讀聖經，攏有受感動。主每一擺開始，對今仔日開始到一生的路尾，每一擺讀聖經，攏會當得到造就，會當明白上帝善良、通歡喜、順轉的旨意。兄弟姊妹，一個會當明白人一生會將就的人，明白上帝的事，明白人的事，這種人是極其幸福的人。願天父上帝佇今仔日應允咱，當咱捧起主耶穌基督的杯時。主耶穌講：“這就是新約，是我的血所設立的。”咱才做新創造的人，啉清氣的杯，啉穩定的水泉，求天父上帝施恩賜福，互咱佇今仔日的禮拜就是安尼。咱甲上帝禱告：主啊，當我的意志受到威脅，受到攪擾，佇好歹的拉扯，主小使我得勝的開展。主小使我得勝的開展，互我堅持做對的代志，就算做有可能我要付出昂貴的代價，但是我依然要做真實信實的基督徒。天父上帝幫助咱佇今仔日的禮拜，上帝加添咱開展。保羅除了勸勉兄弟姊妹求討上帝順轉歡喜、通歡喜的旨意以外，伊閣講一項。既然佇你的良心、佇你的心內有任何的感覺、感動，攏是出於上帝。伊講，互恁有迄個意願，互恁有迄個行為，攏是因為上帝將伊美好順轉的好意來放佇恁的內心。咱對這句話講阿們。主啊，既然我所想，既然我的情緒受挑動，主啊，我的慾望有意愛。主凡事攏是你所想事，主幫助我，將你的意願、將你的感動放佇我的生命中，互我一生為你來活，互我一生活佇你的榮耀的內底。直到有一日，我呈上帝你榮耀的本性過我的一生，互我享受生命改變的歡喜甲快樂。求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弟弟，親愛兄弟姊妹。學耶穌基督的祈禱，耶穌佇最後的暗暝佇客西馬尼園的祈禱，伊講：爸啊，若通將這個杯離開我，恁會記得迄個祈禱無？就是講檢查咱的人生有因為背十字架，檢查咱的人生因為有背十字架，咱佇社會中間會拄到人的嘲笑。拄到一個制度中間的這個衝突，我感覺有幾種的職業做基督徒真困難做。其中一項職業就是做警察。你講牧師，你咧批評做警察嘛？佇警察的改革中間，甲做兵的文化內底，有當時有某一種的文化，就是你不得不，我莫講出來迄四字。有當時佇這個社會制度內底，有時候不得不。你要做一個真正直、真誠實的人，在某一種的職業、某一個環境內底，又不得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求天父上帝下面幫助咱，耶穌所講的話：爸啊，若通將這個杯離開我，總是無照我的意思，都照你的意思。也在你願意安尼
祈禱嘛？願咱每一個兄弟姊妹攏知影，其實這個祈禱真重要，因為這個祈禱會互咱哪來哪親像耶穌，這個祈禱會互咱哪來哪親像耶穌。咱做伙來祈禱。我們的主，你對天降臨，你來到世間，為着阮的軟弱，為着阮的罪過，你死在十字架頂懸。主耶穌，你講你是世間的光，甲你親近的人就不擱再生活在黑暗中。主耶穌，阮深深相信，阮的生命若無有你，人生親像苦海，心思意念兩者。主耶穌，總是以馬內利的主耶穌，你若甲阮撒甲你地，阮就要成做有能力的人，阮就要贏過這個世間，阮就要做上帝無瑕疵的囝兒。親愛的主耶穌，阮祈禱。阮不但呼求你的聖神，阮嘛要通過聖禮典來領受你所賞賜阮的活命。主求你聖別佇你頭前這餅甲葡萄汁，竟然互每一個領受你的聖餐的人，生命攏得到祝福。包括無領受的聖餐，但是佇心內歡喜意愛講阿們的人，無論佇網絡頂懸。佇阮教會做守聖餐的兄弟姊妹，互阮攏得到幫助。阮佇你的面前謙卑懇求，我靠你的聖尊名求，阿們。